去骑脚踏车。OK。都这天气路边，你刚讲要骑脚踏车？我跟你讲，脚踏车就要骑气力咯。来哦，紧的哦！哎，蔡哥哥，蔡哥哥，拍来，你是要变车我认紧的，这边啊？哦，这脚踏车专台用为驾照有的。咱是要就车。嘿，来，紧，时间到。我坐车。蔡哥哥，我坐倒位。哦，你坐主要的驾驶，安全带就加下给你。来 ，OK 啊 ，Let's 行，好，OK。各位嘉宾，欢迎搭乘9城线铁道轻车，请系上安全带。等下，蔡哥哥，咱即摆要去倒位啊？哦，我甲你讲，咱即摆分析这条铁路当年啊，是咱台湾的纵贯铁路。你啊看，咱咧拢看到大机在咱了，你看到？这当年就是迄个电气化哦。这个上重要就是这个。哦，看啊！啊，断桥。哎，当年我是足严重的，为什么？关山岛大地震。对啦，关刀山啦。哎，过来，我上严重这个青岛12站下关。哇！这你会惊未？袂惊。我会惊哦，我有惧高症哦。居高临下。我有惧高症哦，这个桥就当年哦，发生关刀山大地震，所以这条铁路本来铁路是行这个火车行进来，等了再刷过来这边。因为咱这条当年哦单线刷的纵贯铁路，这个路径1公里，就差不多25公尺，就是1公里上头8站下关。你看，因为你看这一路路你拢免自由，我拢免自由。好，我还以为你讲一路就有看了。梦啊！这边就讲几个梦汤啊？要死的！我这门口都长呢，好长哦。来，那有人在这翕相，嗨！来快些回来。进入5号隧道。过来，弄到绝对无声。拉起来。啊，你妈要去倒？来，我甲你小大家介绍吼。哦，路线路线道嘿，这条就是32，古早来到这个泰安。嘿，因为哩1998年。新的铁路，这条新的铁路，也就是乌崩坑，伊个是双线，这两个单线。古早咱伫台北要来到遮，拢搭车，而且咧搭车，遮佫拢爬行。所以即马山来这内底啊，这条段呢废22年有咧行。哦，头拄行到遮就看到龙腾段。对，咱头拄是伫遮出发，来到这个内社。哦，咱即马在内社。嘿，内社遮。咱即马咱要行228。行。咱这边爱有行呀。那因为迄边吼未通车。哦，这袂当入来就对啦，这袂使。其实会使入来，因为迄边就是台中市啊。我爱管政府啊。要市，人迄边的市政府大营。出来了。有啊，有够水的吼。一片光明。咱即马较来吼，来到遮吼，哇！你看，咱头拄是不是过4个崩坑？哦，这拍起来很漂亮，哇，你翕起来足水的呢。有看到？后过来，咱头拄就爬这个12站老管的。哦，拄啊，迄个加工。我讲管的。这12站老管。哦，这有够管。33米。咱头拄是不是有过这个？断桥。过这了。关刀山大地震，1935年4月65年，大概差65年啦，差不多。来，起来变哪里？规个铁路拢歪去。唔是原本就歪啊。无啦，歪到安尼咧。尤其这段太了了，这个崩坑我落落来。哦。咱即马是不是要去哩啊？对，差不多时间哦，时间到啊。来，开落去。哦，所以蔡哥哥，咱即马要上坡啊，咱即马要去倒位？咱带你来看一个秘境。秘境。秘密的基地。这个铁路是1908年哦，日本人来台湾13年后，这条铁路做好。哦，去偌长？哇，为新店去较高用，上歹去的就是这段，乌崩坑过桥，有诶无诶。那山我这个有听烧声。
来遮看较烧声。来遮看较烧声。哦，啊，这个环岛你看，够玩的愉快哦。系啊，你若坐咧车尾了看就会车头，坐咧车头了看就会车尾。哦对。哎，啊，无我要甲你讲弯都是外弯，啊，就是安怎弯。各位嘉宾，我们即将到达彭家庄站，请放慢速度，前后方座位都可预备上车。上水的所在，哦，你看到你就感觉讲，哇，台湾革命较水的所在，准备落车。有赞哦，水跟你讲啦哦，哦秘境。你讲的秘境就是龙腾断桥啊！哎，敢是迄断桥是你边呢？啊，这什么桥？这我啊，看叫下。咱即摆伫遮，遮两个拱有哦，哦遮有两个坑有哦。这两个，嘿，啊，搁迄边啊，这迄，铁桥袂影上来个。哎呀，对，别迄边，啊，搁迄边迄啊，迄个，边一般咧看所有的，咱头拄过的时阵看到的是迄个桥。哎，就是伫遮。我知影，北断桥村四四座，啊，这边两座啊，啊，两座在遮安尼啦。嘿啦，啊，这边因为树林封锁，所以你若坐火车嘛无看到。所以我落来行才看有。哦，啊，你了解遮去停车来遮看遮看有啊，呢。这个叫做秘境。啊，毋过我听人讲，嘿这龙腾断桥会变断桥啊，是讲用主力一口的。哦，安尼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等下吼，摕转去吼，浸水吼，啊，就有满钱通食。你敢袂受限？这哪有主意？这什么桥？来，这上义的箱子，哦，这是官方的的资料啦。 322啊，伊讲安那，唔是专门用出米做，啊，在1824年英国人就发明水泥啊。哦，这1908年7、80年后，哪有可能？那个出米一台火车几十吨，会真正用出米桥？哦，你足激动嘞！你这是不是你阿爸是阿祖咧起的？哎，我做家爷爷嘛面一直想去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唔是这边讲，足气的足气的哦！开玩笑，你是要解说红听啦？我本来想讲看到是咱远啊看到遐呢。断桥。啊，结果咱会当徛喺遮徛看。在伊的下骹底啊。哎，我感觉伊这树根盘这样是一层艺术哎。哎呀，这个这个是雀龙交情。哎，这盘偌久的，你知无？无啦，还无几年啦，无几年。哎，7、80年啦，你看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你看谁？哦，我用广就东。跟咱阿伯差不多啦。哎，7、80年了哦。对啦。自然景观哎，这边遮水咱是毋是来遮翕相？来哦，啊看，哎，蔡可可，你看这边啦，你看这边啦。我后面看，咱即摆录节目咧，这个，你懂咱即摆录节目。这个。 3秒啊，1、2、3。